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11月27日下晡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高雄掠到嫌犯，假做是进口合法的化学品，煞是偷走私第2级的毒品，依托棉纸有130个公斤遮多。纪录片国有器官是咧讲中国甲人摕器官的代志，影片伫台湾放送了后，对电影兴趣甲文化部拢受到威胁。好，咱要先来关心的就是冷气团到地昨开始北台湾市已经来降温，这波冷空气预计会影响到拜六的透早。也毋过呢，因为这水汽预计较少，所以全台湾拢会是正大冷的天气。北部较靠近的所在可能是剩无10度，也那中南部也是爱注意早暗温差大的情形。受今年秋冬季节第一波的冷气团路南影响，为今开始到拜六透早，北部、东半部规工拢偏冷，尤其北台湾地区爱水低温，相关时间点会落伫拜五透早，中南部时至时数时早暗冷，有将近10度左右的日夜温差。早起出外或者是暗时转来爱穿好袖。在北台湾地区，在周五清晨的时候，应该是最低温的时间点。那这段时间，北台湾的低温可能来到11度、12度左右，局部空旷地区或者是在近山区的平地，有可能会出现局部10度左右或在更低的低温。中南部地区，周五、周六的清晨，辐射冷却的影响底下，也可能会出现11度左右的低温。拜日透早玉山气象站的气温已经到零下1.3度，因看到设备顶悬隔一层白白霜。气象所表示，拜日冷气团减弱会小可回温，暗过为下礼拜2开始，过一波东北季风到位，气温过会热。跟这一波的冷气团相比还没有到那么强，所以我们先以东北季风提醒。不过到时候它就是一个比较湿凉的空气，在北部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虽然这礼拜冷气团是大冷形态，大部分地区拢是好天侪云，因看到日头的天气，暗过日夜温差依然都要注意。日时虽然因看到日头，暗过若日头无照到，或者是日头落山的时阵，温度真紧就会下降。沿海地区要注意强风大风。记者综合报道。即摆已经是寒冷的天气，也毋过今年10月以来呢，这流感的重症已经有250例，死亡是41例，这是10年来同期新高的记录。疾管署是表示讲，这礼拜这冷气团到位，流感的疫情有可能伫12月开始来大流行。另外，肠仔病毒也正罕行伫寒冷来开始流行，这嘛是8冬来头一届，可能会流行到明年。头一波大陆冷气团要到啊，气温向降低，所以流感病毒嘛将要流行。根据疾管署统计，今年10月流感季节已经累计250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其中41例死亡，拢创下10年同期的新高。而且死亡个案拢无注流感疫苗，预估12月中下旬就会进入流感流行期。看起来就是说是以没有打疫苗的长者为主，所以我们才会特别呼吁这段期间尽速去接种这个流感疫苗来。以免就是说秋冬这一波可能预估是 A 型流感会流行的这个疫情，会导致更多的重症跟死亡的发生。那流感疫情升温，肠仔病毒疫情嘛真济。顶礼拜全台湾因为肠仔病毒门急诊就医达到26000多人，比前一礼拜升14.8%。如果疫情高峰会延后，可能伫12月中，一礼拜就医的人次都有3万人次。特别注意的是，这届感染对象除了细汉囡仔、国小加国中生个案嘛有较济。国小跟国中的学生也有增加这个肠病毒感染的个案，虽然这发烧不是很明显，可是有可能会嘴巴破、喉咙痛、手脚明显的出红疹。疾管署提醒，当月肠仔病毒较罕见，嘛是8年来头一届肠仔病毒流行到跨年，爱到明年1月中下旬才会脱离流行期。所以会发文给教育部提醒校园内爱过来洗手加消毒。另外嘛，呼吁符合公费流感、新冠疫苗注射对象，量早注疫苗，降低感染了后发生重症加死亡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伫花莲的寿丰有一只较小型的飞灵机，唔知影什么原因是紧急降落伫个花莲溪的河床顶头。警消人员来到现场了后，发现这飞灵机顶2个人是拢无受伤，也唔过这降落的原因还佫需要调查。
消防救援人员甲警方早起接到报案，有一只轻航机迫降伫受风向华人溪堡顶悬。毋过到现场了后，一直看无轻航机，最后透过机场人员甲驾驶联络，才查地点。在这个我们月眉大桥跟米站大桥的中间，前往步行的这个路程啊，大约要有20分钟。那沿路上是车辆没有办法行进，都必须要走这个河床上。迫降的轻航机倒轮出去，其他机件无损伤。机场2个人，一个是姓高的驾驶，一个姓陈的女乘客，2人拢无受伤。业者表示是发动机故障才迫降。今天并不是飞机掉下去，而是发动机熄火造成飞机驾驶员利用他的经验把飞机操纵好，拖站在河床上，所以人员都没受伤。因为今日早起当地天气是阴天，加上东北季风是不是适合起飞，也有驾驶是不是有合格证照这问题，警方拢会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12强世界棒球赛，咱台湾队是摕到冠军。总统赖清德也有副总统萧美琴是伫总统府来迎接这个棒球英雄。即马有风声讲，这赖总统是想要甲目前500块纸票的这个图换作是这届的冠军队。央行表示讲会过来评估，另外也会开始来规划12强的冠军纪念碑。台湾队以4-0的好成绩成为世界冠军。3军2队带出代表公营的剑门来迎接台湾英雄。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在总统府接见台湾队的代表。赖总统是一个点名球员，学到因攻守拢有够赞。你们都是台湾之光，也因为有你们，国际社会会看见台湾，知道台湾不是只有半导体，台湾还有棒球。这场胜利阻止了日本的27连胜了。继续往前走，同时呢，也打破了日本国家队连续5000多个日子没有被完封。之前也许我觉得自己真的很渺小，没有办法让大家看见我叫谁，我是谁。这次真的很谢谢各位教练团，谢谢各位球员以及后勤团队，让世界真的看见了台湾了。往后我们能够抬头挺胸的走向国际的舞台，迎向国际。世界棒球12强，台湾摕到冠军，让全国拢欢喜甲。传出赖总统有想要甲这500块纸票的图改作这摆冠军队的形象，对在央行讲，若有相关意见会审慎评估。钞票更新这个本来就是各个国家都会做的事情，那如果刚好也遇到台湾钞票要更新，我想那个在钞票内容上面把冠军选手的这个照片或者影像放上去，我觉得这个是蛮适当的。纸票要改版是正大的代志，央行伫107年目估算过，根据迄当阵发行的情形，500块是差不多发行2亿张，因的成本是6.66亿。若是要甲纸票含银角拢收转来，至少要开6年的时间，而且成本差不多500亿。即马嘛传出讲，为着要满足球迷的期待，央行已经开始来规划发行12强摕冠军的纪念碑。我在此向听台湾的英雄们致上最高的感谢，我们爱棒球的心超出了界限。行政院长邓英台中昼宴请国手，除了特别准备世多社的卡片予代表队，嘛承诺讲会投入更较侪资源，做国家队上坚强的后盾。政府爱做的，唔但是成立运动部，搁要组成更较好的后勤部队，予选手搁一摆替国家来拼公赢。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队呢，今仔日是摕到这国际三大比赛12强世界棒球赛的冠军，即马全国是拢对咧欢喜。这是咱头一届摕到冠军，总统是有意思要甲500块的纸票改做是这支台湾棒球队。也毋过呢，这换纸票毋是讲随讲就会当随做的代志，这当中是牵涉到成本，也有时间等等的问题。实际来讲，到底有啥物款的困难？今仔日解破新闻，咱就请吴欣为大家说分明。是主播，咱台湾伫咧世界棒球12强赛夺下冠军，互日本讲是历代上强台湾。确实咯，这是咱台湾让32档拼入去世界级的决赛，但摕到冠军，创下咱伫国际三大赛上赞的成绩，有影无简单哦。即马就传出讲啊，总统赖清德有想要甲500块纸票顶头的小棒小将改做台湾棒球英雄。观众朋友会当甲你的500块摕起来，咱做伙来看哦。咱即马所使用的500块啊，是伫咧民国89年时阵来发行，伫咧正面有印一张银仔
仔哦，这阵囡仔兄是伫咧南王国小小棒队的球员。讲到南王国小这间学校咧是伫咧台东偏乡的所在，因为伫咧偏乡资源无介济。不过这囡仔兄并无因为安尼来失志哦，因是真拍拼来练棒球。伫咧民国87年、88年的时阵，代表咱台湾去美国参加世界小棒锦标赛，佮连续2档摕到世界的冠军哦。也500块对顶回，也就是拄则咱讲的民国89年换新高档已经24档啊。按照大国换纸票的经验，平均是10档至20档会来改版。也即马，咱台湾队伫咧世界棒球12强赛摕到冠军，500块减有免换薪，是引起众人的讨论哦。讲因倒转来的台湾队长陈吉宪听到这个消息是欢喜，问讲有影也无影，佮讲若真实的，以后伊的身上就干那会炸500，也有影也无影。咱做伙来看中央银行安怎讲。其实啊，中央银行伫咧107年时阵就捌算过哦，根据发行的情形，500块是印2亿张，这2亿张若要来换新，成本差不多是爱6亿外。准讲新台票要全面来改版、全面来换新，成本差不多是爱500亿。也这个纸票，这已经讲啊，总收回时间上无是爱6档哦。确实咯，纸票要换新，对设计到行政院会通过，第一需要时间，第二是爱钱呢，预算嘛就爱立法院来审议，有影是大工程。也用行是讲，因会审慎来评估，按照规定报予行政院来核定。不过，即马会当确定的是讲，永行已经伫咧规划12强夺冠的纪念碑，安尼做。行政作业会当较紧来进行，来满足球迷期待。嘛，因为纪念碑是限量的，伫咧收藏的愈有价值。以上是今日嘅破新闻，咱甲时间交等主播。好，咱感谢吴鑫的解说。来看咱在台湾哦，摕到冠军，大家拢真欢喜。伫咧台南的官庙是有世界特点的这个总铺师，伊是连续2天拍卤面要互人食，而且佮来送鸡卵。另外呢，这在地真出名的画扛棒的大师颜金发，伊也头届开课免费教人画蛋结线。这呢是用真特别的方式来为咱的台湾英雄庆祝。甲实在等你去大鼎炒，搁再加上配料面，一碗真有名的关庙卤面就做好势。捌伫咧世界杜家争霸战摕到金牌，关庙在地总铺师罗正治，为了要庆祝台湾队伫世界12强棒球赛摕到冠军，连续2天准备在地小食，也搁100份的卤面，要来招待乡亲，和大家做伙分享这份公益。那个打棒球，那个棒球队要庆祝棒球队的人员，很不容易击败各国的强队，终于拿到第一。是第二，因为我们在地也产生一个我们那个王建民教练，大家都知道的，也借个这个机会与他们分享。100份的关庙面，7分钟内就分了，也会当看出民众热情。除了这以外，用手画电影看板真出名的画师颜金发，透早就伫画室内面开始画。这届伊选的主角是台湾队长陈吉宪，而且伊最近要进驻南赛道文创园区，伫咧12月初5到初8头一届开课，无要收学费。头一节课就是要庆祝咱台湾队伫棒球赛摕到世界冠军，邀请民众伫咧历史意义的这个时刻，大家做伙来画图。我对着讲迄看，好，迄厉害，单口出新起来嘛，说累积出来一种那个心境啊。其实可以跟大师亲自学习，这个机会是很难的。台湾这届甲日本队拍败，创下摕到金牌纪录，规台湾是拢真欢喜。各行各业会用家己的方式来替台湾队庆祝，希望这种的气势会当延续到明年经典赛、资格赛，搁再拼到好成绩。记者综合报道。这台湾队摕到棒球赛的金牌，即马呢，咱国内这棒球运动也长热。中华职棒的会长蔡其昌就讲，若准宜兰罗东运动公园的棒球场，这改善的工程会当伫咧明年6月来完成。安尼职棒就有机会会当伫2026年的4月踮宜兰来举办。县政府是表示讲，上紧呢其实是爱等到2026年的2月才会当完工，也毋过因会尽力，互职棒的比赛会当赶紧恢复。选手咧罗东运动公园棒球场做打击的练习，不过连续几啊天的大雨，会当看到球场的外野草坡看了无完整，土马是看现现。附近休息区甲牛棚设备嘛真简单，来遮看球的民众认为讲，这个情形应该随改善。
他应该那个场地在扩充啊，感觉有点阳春。应该要积极的培养那个青少年、青棒、职棒的东西啊。罗东运动公园棒球场2016年捌举办这棒的比赛，所发生跳电的问题，了后就无佮安排任何这棒的比赛。地方积极争取复赛，不过因为棒球场的设施一直互批评，要复赛唔知爱到伫当时。官府今年顺利向体育署争取到4300万的预算来改善球场设施。蔡会长很明确的点出，宜兰县政府应该尽速的来整修相关的场地，期望能够在明年6月底前改善完成，提报职棒来场勘。中华职棒联盟会长蔡其昌加入为单准务答应讲。罗东运动公园棒球场改善的工程乃当伫明年6月完成，职棒有机会伫2016年4月伫宜兰复赛。不过，县府的改善工程上紧要等到2026年2月才会当完工，基层恐惊有配合。这个我想我们会在兼顾我们的设计跟施工品质，我们会尽可能的在这样子的前提下来让促成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县府讲会伫兼顾工程品质的前提之下，尽量促成职棒复赛。不过，若是办伫休困日，外县市的球迷恐惊会拄到国道5号塞车等交通的问题。这个做法敢有效益，嘛引起疑虑。县府讲，台62线延伸到宜兰，可行性的评估公路局已经送去行政院，会持续促成这个工程，希望会当解决宜兰交通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市伫10月时阵呢，是有掠到嫌犯，伊假作是进口合法的化学品，也毋过煞是偷走私第2级的毒品，就是依托米子，拢总是有135公斤遮尔啊侪。即卖检警呢是要搁咧追查源头，过来10月到11月是来启动查缉毒品的专案，计共是掠到2300多人，查到超过4000公斤的毒品。总执起掠人，10月警政署宝山总队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伫高雄任务查到走私的第2级毒品依托米子，总共27袋，135公斤重。嫌犯以贸易公司的名申报进口化学品，依报65公斤，最后增加到265公斤，引起检警的怀疑。检查进口的化学桶，发现内底藏依托米子。犯嫌十分狡猾，他在上层的部分，化学桶的上层的部分是放合法申报的化学品的化料，那在下层的部分才是摆放这个3级毒品依托米子。犯嫌把货物送到了这个高雄市仁武区的一处空旷的广场，那在这个广场这边进行验货，警方就执行强力的攻坚查缉，那成功的逮捕这个叶嫌一人。依托米子135公斤，应该是目前所查获的最大重量。初估可以做成135万颗的烟弹。检警怀疑有幕后的卖毒集团，目前还在调查当中。新型毒品甲进口的手法一直变化，行政院为10月到11月初执行第11波安基缉毒专案，拜三公布阶段成果，计共掠到2313人，查到各级的毒品4160公斤。我们如果自己轻忽了，很多来源、原料、制作会跑到我们这里来，因为我们抓得不够严谨。如果我们抓得严谨，我们的刑责很重，大家的努力，他们应该会却步。行政院长都应提讲，毒品是跨国的问题，若是确查，就有可能有毒品供应链会入来台湾。嘛强调政府现阶段重要工作，会透过关务人员等，过来6大缉毒系统，甲毒品伫关外就挡落来，而且加强国内的调查工作，展现政府对毒品零容忍的态度。记者郭文李玉凯台北报道。再来看中华电信今年第3季的营收是有556亿，这是将近7档来这同期的新纪录。也毋过呢，因宣布来回馈因的员工，来自中华电信工会代表是拢总有500多人去交通部申请，要争取加7500块的薪水，等5项诉求。伊嘛来呼吁交通部要好好监督甲协商，若无可能会阁发动罢工。大声喊口号，人群一直向交通部大门挖进，也有人跳起悬台，对面耍正火爆，才着甲警方爆发冲突。警方第一次举牌警告。转带来中华电信工会代表差不多500多人，一起早起伫交通部大门头前定情抗议。
工会认为中华电信今年继续获利，第三季营收达到556亿，创近7年来同期新高。不过，煞欺骗员工无趁钱，所以争取员工每个月加薪7500，交通津贴3000。要跟部长讲，我们不贪心，你欠我的还我就好，对不对？另外，劳动部已经修改劳基法，年满65岁劳工强制退休年岁，因经由劳资协商然后，已经证明65岁无代表未堪以胜任工作。不过，中华电信公司却迟迟不甲工会协商延退方案，呼吁中华电信大股东交通部爱善尽监督责任。65岁就袂使做工过啦，这是专业的问题啦吼。退休的权利应该由天我劳动对不对？妥善的处理大家的诉求，那一定会有一个合理的交代给大家。另外，工会也批评中华电信公司无顾团体协约、诚信协商，成劳动跳票，佮要求劳退薪资雇主提拨率提悬到15%来保障劳工退休金。那中华电信公司无回应，无排除佮发动罢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美国总统当选人 Trump 讲伊上任了后，就要对加拿大、墨西哥也有中国来扣正重的关税。这款言论，互即马当咧墨西哥发展的台湾 AI 供应链也受到冲击。鸿海董事长刘荣伟是表示讲，这段时间会先观察再来动作。也那经济部长郭志辉是表示，受到影响的有可能是电子制造业，所以会协助台商换所在来发展。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放话，就任第一样步就是对加拿大、墨西哥加扣15%关税，连带互伫墨西哥布局 AI 伺服器供应链大受冲击，包含微型、微创甲营业单，伫墨西哥产能的比重是相对较悬，因为咧伫当地区大型 AI 伺服器工厂鸿海。现在你们看到是国与国之间的博弈，还没有到企业，所以25或是增加10，到底是多少？他们都互相在博弈中。刘永伟指出，到川普上任之前，要过50多天，这段时间情况奇变。鸿海以代工为主，主要影响的是客户。不过，川普的话已经互台厂皮皮喘。台湾特斯拉供应链光电、黑色。以前 KY、木联 KY 原本希望伫墨西哥设厂就经工会和美国，即马伫海中第一排。经济部长郭志辉评估电子制造业可能受影响。EMS 大部分都在德州旁边呐，就是新墨西哥州附近嘛，所以我想，应该他们那个是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跟布局了。所以我们会如果说是台商他是以欧美为他的这个目标市场的话，我们尽量就是转到这个美国可能会比较 friendly 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去协助他们转进到这些国家。台湾企业开大钱伫墨西哥积极拓场，新闻到川普还未上任的话，已经扰乱全球布局。郭志辉表示，目前还未受到业界欢迎，会甲产业界讨论较适当的营运方式。也强调会根据台商目标市场导向，提供协助转移定地。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德国的前总理梅克尔，伊的回忆录是以30种语言伫世界来出版。伫发表回应，这梅克尔是甲大家来分享这16年来的点点滴滴。伊嘛强调，即马德国也有罗西亚的关系，也有这个反对乌克兰立北约等等的议题，这种种的政策是对德国有利的。德国前总理梅克尔的回忆录2日正式发行，必定的书店药色专区放一本736页，名叫做《自由的前总理回忆录》。真侪民众对梅克尔安怎讲伊任内几多项政经甲外交决策真好奇。Ich bin zumindest gespannt, wie sie sich das selber interpretiert und wie ihre Sichtweise der Dinge ist. Also es gab viel Kritik an ihrer Energiepolitik, an ihrer Russlandpolitik, auch an ihrer Migrationspolitik und ich möchte gerne lesen, wie sie es in ihren eigenen Worten darstellt. 70岁梅克尔伫咧2021年提来了，外界检视伊任内各项决策，包括对俄罗斯无够强硬，伤过依赖俄国的天然气的能源政策。
同时，伊反对乌克兰家己北约组织，转演变成这俄国入侵乌克兰的局面。美国伫咧26个新资发表会强调，伊迄当阵的决策并无唔对。War ich der Meinung, wir haben Wirtschaftssanktionen vertreten. Ich war im Übrigen manchmal strenger bei den Wirtschaftssanktionen als andere. War ich der Meinung, einerseits ging es um billiges Gas, das war gut für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Andererseits wollte ich auch nicht alle wirtschaftlichen Beziehungen zu Russland kappen. 美国伊伫咧任内对移民采取温和的措施，2015年开放边境，提供89万来自叙利亚、伊朗加阿富汗的难民庇护。互外界批评就是安尼是，和国内自由派势力扩大。对此，伊反驳讲，迄当只是轻重问题，看安怎战。若是无开放边境，会造成更较大的问题。伊希望欧盟就要降低守护边境的领导区域。伊伫咧主内面也讲到伊对各国领导人的观察，认为普丁下令入侵乌克兰是伤过高估家己的实力，因讲外界无应该低估普丁以野蛮加残酷的野心。美国也形容伊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意见差诚多，批评中国伫咧南海扩权，抑个唔肯甲台湾制定找一个解决两岸冲突的方法。同时，伊也讲中国的政治人物无认真伫咧看待多边主义。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继续来关心这纪录片《国有器官》，伊是咧讲中国甲人摕器官的代志。这影片呢，伫咧台湾放送了后，煞接到炸弹的恐吓。这刑事局统计是拢总有28件恐吓的案件，对电影影园到文化部拢受到威胁。国安局是分析讲，即马中国就是跨海咧管制咱的自由，台湾人若准互人锁定是台独，要去一寡立场靠我中国的所在，一定得爱正细腻。我对面的医生让我去取眼球。纪录片《国有器官》内面讲到中共的高官把外人的器官，无想到讲伫台湾播映了，影射和网军攻击，受到恐吓诱惊，讲有伫咧影社内面放炸弹，被组织因放纪录片，就连中华县议会甲高雄市议会、文化部拢受害。刑事局有接到28件恐吓案件，以高雄市7件上罪。初步研判，嫌犯成境外跳板的手法来犯案。透过14个国家的跳板跳再到我们这边来，那这个包括这一次包括有14个机构，公部门还有私部门的机构，有接到这些邮件。国内被恐吓的这样事件是不知道是来自于哪里。目前我们还在厘清。针对网络攻击的幕后首脑是个人的行为，也是中共政权伫咧操作，警方也搁伫咧调查。但是国安局分析，中共对台湾的长手管辖，伫台湾内部营造反独促统。你会关心，若是个人被列做台独分子名单内面，中共是不是透过长手管辖伫国外掠人，搁再由亲中的国家协助引渡？引渡是有前提的哈，必须是司法犯罪。像政治犯，他们是不引渡的哈，有在排除条款。当然了，有些是比较亲中国家哈，这个是比较有风险性的。我们在海外的我国的公民有没有被猎狐专项行动或者相关的海外公安部进行监控过？我们知道，就是目前我们掌握是有这种现象。李伟问讲，中共是唔是有伫台湾监控个人？张万斌表示，有掌握到中共是要发展组织，一个协力者伫台湾有资料的行为，各项单位有继续伫咧收集相关资料。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海警船连续2天挖进咱金门的限制水域，海委会主委关碧玲是表示讲，这当初的金门事件虽然讲已经到一个坎站，也毋过这中国海警船的调查却一直咧继续，逐个月也是有几落摆。另外呢，针对有海巡署人员涉嫌漏写机密互中国人，关碧玲是表示讲，即马当咧调查。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你已进入中华民国禁限制水域。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中国海警船伫咧25、26连续2天侵扰咱金门海峡，这毋但是11个第4遍进入台湾的限制水域，也是今年第54遍。对中共挑工伫咧附近地带威胁的行动，海巡署是正注意。当初是以说金门事件做理由，然后来用海警船袭扰我们的金马海域哈，但是这个事情都已经落幕了，可是这些袭扰却没有落幕。其实每一个月都会有几次哈，他们会这样子进来，那我们就是本于捍卫主权，一定都是会予以并航驱离监控，站在主权的立场没有退缩。但是中共对台湾的威胁哪呢是？伫
伫最近海巡署南部分署有一位姓吴的下属欠人钱，就涉嫌甲秘密文书内容用手机翕起了，吞互中国籍的人士换价值7万块的虚拟货币，甚至协助对方试探收集咱国家的机密文件，想要互海巡署免职，并且依照贪污治罪条例判6年2个月徒刑。李委员要求海委会要彻底调查，建立防范机制。阮足痛心。白变当事内面，敢有去发觉伊的问题？我有开放检举，几落个案检举伫我家。哦，好啊，这个案都是阮主动送的。中国的渗透吼，伊就是专门用个地下钱庄来找迄个有债务的人来下手。接下来到底有什么样的防堵措施来给予国人信心？我提高检举的奖励措施，然后我鼓励检举，好，然后我也呼吁要自首。我让大家知道说，如果你泄的密等是军事机密，你最高可以判无期徒刑。就惊讲对方专工锁定经济弱势人员，所以海委会注意关闭令中心，会透过律师团对当年进行法律教育，并且协助债务清理的咨询，希望会当有防在先。记者综合报道。马英九基金会邀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等的中国的师生来台湾访问9天，这其中是包括着奥运拍乒乓的马龙，也佮有射击选手杨倩，也毋过即马所传出这成员内底有共青团的团员，也佮有共产党的人士，这是引起真大的质疑。咱的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也做出回应。基本上我们都是按照规定了哈，所以如果说他们申请的内容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乐见其成两岸的这个交流。希望他们进来的时候也都按照他们的行程，还有他们当初申请的这个内容来进行他们的交流活动。活动的内容的项目来看的话，目前可能还是没有太多有可能会有这样国家安全的一些疑虑。马英九基金会表示，讲这个师生呢会去参访中山女中，卖去一寡文化古迹，甚至卖安排因去西门町，也佮有台北101，主要就是文化交流甲一寡企业的参访。另外，咱要来看这两岸即马关系是真紧张。外界就咧怀疑讲，今年这台北甲上海双城论坛到底敢会停办呢？也毋过即马是传出消息，可能是伫咧12月16到18，就会来举办双城论坛。明确时间即马还阁咧瞧。台北市长蒋万安是表示讲，伊有信心今年会当来举办。双城好两岸好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也认为一定要办，所以我们有信心今年可以举办双城论坛的相关事宜呢，我们都持续的在规划协商当中。如果有确定的消息，我们会尽快来对外说明。北市府很有信心，今年的双城论坛能够顺利的举办。两岸的大环境越是困难的情况底下，就更需要对话跟交流。目前，这上海市政府呢已经送出代表团的名单，因为去年是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身去到上海，由上海市副市长花园来甲接机，所以预计今年呢，这上海应该嘛是会派副市长花园带团来台北参加双城论坛。也毋过目前呢，双方是还阁咧敲切这个时间，嘛无排除会互蒋万安甲上海市长呢见证来实行。台中有里长接到检举，讲有能源公司在工厂有歹味，哪像就是咧偷排废气，所以这里长呢，伫去年10月的时阵，就入去到内底甲翕相，无想到即马能源公司煞甲提过，讲里长是侵入私人的建筑物，落尾法院是甲里长判拘役20天。即马里长是判冤枉，也毋过能源公司嘛讲因无排废气，个人讲个人的这代志是愈加愈大摊。台中代理一间能源公司，去年10月去互民众检举制造空污，当地台管里的里长林瑞兴半暝啊看到厂房咧庆烟，就入去翕相录影，提供互时代力量开记者会，说是去互公司提告刑罚，诬告入侵别人的建筑。台中地院甲判拘役20天。本案经本院法官审理后，认为被告并无公权力可以擅自进入他人建筑物内。其行为系犯刑法第306条第1项的无故侵入他人建筑物罪，
判处被告拘役20日，如易科罚金以新台币1000元折算1日。电影表示，这间公司有滚了解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去互检举裁罚的记录。李长犯罪动机是因为伊做李长关心里内代志，才会犯案冒承认，所以讲才会判区役，会当1颗罚金。林瑞兴就发冤枉，讲是看到这厂区咧请乌烟，而且大门开无人回应，为着公众利益，甲公安才入去了解状况，考虑要上诉。这样子是不是告诉所有的里长说，以后遇到什么紧急情况，都要等到相关的单位会同才能够进去？啊，这样子是不是时间上会不会来不及了？制造空污，这不是我们制造，就提出了所谓的诉愿，所以目前这个案件是诉愿中。无罪推论，我还强调一句哈，无罪推论哦，法院或诉愿委员会还没做成决议之前，我不是有罪哦。台中市环保局表示，这间公司今年有2届违规，以控污法罚20万。不过，另外公司是反驳外界指控，强调是去向恶意检举，对裁罚的结果不满提出诉愿。里长嘛，不应该安尼入侵厂区。里长是为了大家的公益，那更何况这家公司后来也因为我们去揭露了这家 SRF 制造厂的问题，那才促成环境部后来针对 SRF 制造厂使用厂去进行总体检。要替里长翕的画面开记者会，环保团体认为讲，要检举空污本来就真无简单，这款判决恐惊会造成更较侪人唔敢出声。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7月底的时阵，凯美丰台呢是甲落水溪防治营业的设备拢甲冲坏去。这几天因为冷气团来到地，东北季风是甲溪底营业拢总甲扣起来，这空气品质是变了真歹。水利署统计，今年这落水溪营业的事件已经累积有7天啊。目前是用水也有稻草甲砍掉咧，尽量减少空气的污染。这几天透东北季风，落水溪溪层的土沙用到满世界，民众到步岸边运动，拢明显感受到空气品质变歹，烦恼食饭该配土沙。你讲风吹起来拢继续阴咩？差了，就是说如果风跑，我们风不抓。台风然后造成浊水溪扬尘的一个工程很大的一个伤害哈。那如果是遇到一些东北季风或者比较强烈的一个冷气团的时候，好，那请民众注意一下，好，关注一下空气品质状况。云林县环保局表示，7月底的凯美风台过了后，落水溪光溜溜的面积是增加800多公顷。虽然水利署第4号传分署有赶紧伫在后，加强用水甲稻草来砍溪坡，不过最近东北季风吹来，这风杯沙的情形是已经累积7天，比前年的2天、去年5天更较侪。是目前我们今年扬尘事件日总共有7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以及东北季风的影响。因为现在水位都逐渐的下降所以它滩地裸露面积它也会跟着一个浮动的增加。4号署表示，进前溪坡的草已经有部分予水冲掉。11月中发现有494公顷的面积光溜溜，其中有200公顷是集中伫咧自强大桥的水尾。目前已经有专力赶工，加强用水甲稻草来砍溪坡，希望会当减少营业的情形，避免影响到民众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国道6号东草屯休息站今年7月才拄开幕了呢，也毋过即马煞传出卫生的问题。即马规个休息站是拢臭咪毛，因为即搭离草屯粪扫场是敢若几公里尔。清洁队表示讲，目前已经咧加强清粪扫，就是因为风向的关系，才会造成即款的现象。民众驶车行国道6号去到东草屯休息站行咧，无想到这一落车就闻到臭味。有闻到啦，没有觉得还好，还好啦，反正一下子就走了。如果有要在这里吃东西休闲，或许这个味道就会比较让人介意。国道6号的东草屯休息站是环乡国道唯一的休息站，今年7月才拄开幕，不少要去南投埔里清境的民众经过，拢会来这休困，才拄去好到臭味，有人烦恼卫生出问题，也有人认为会影响到人佚佗的好心情。因为休息站有时候是门面的地方啊。因为休息站离草屯粪扫场敢若几公里，当地居民怀疑臭味就是为遐来的。草屯镇清洁队表示，目前正咧甲粪扫载去外县市处理，拄到真咧透东北风，臭味才会四界传。最近进来都是新垃圾因为最近新垃圾局那边有安排，都有外运的额度，有可能就是那个外运的时候车子来，在
在卡的时阵有无可能会有味道啦。草屯清洁队表示，现场囤垃圾的量差不多11万吨，也那草屯镇目前人口大约9万多人，逐日垃圾量平均差不多60吨。即马已经完成一批的包装作业，当咧进行委外处理。有计伫明年度阁会包1万吨的垃圾量，希望量早解决南投的垃圾问题。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来看这铁虎的设计呢，是会甲动物的骹骨甲夹断去，甚至甲夹到死，这是引起真大的争议。农业部提醒，即马根据动保法，若是买卖铁虎，上济会罚7万5；若是用这铁虎造成动物重伤也是死亡，这上重是会判2档，还阁会罚20万至200万的罚金。你看顶头阁有迄个压到迄个小动物的迄个断肢啦，吼。农业部小解规桌顶挖满的铁虎，详细看铁虎顶面阁有动物的毛、骨头，这个物件对野生动物来讲真残忍。农业部提醒使用铁虎，唔来伤害到动物，有当时啊，卖无细力去掠的人。不管是对家里的宠物，或是对野生动物，或甚至对于误触受夹的我们人民，受夹对误触去踩到的时候所造成的伤害是不可回复、无差别的，那个力道之大。根据农业部的统计，伫112年到113年，全国各县市拢总处理超过12000件的铁虎检举甲稽查。不过，因为铁虎拢伫深山林内真好找，致使敢若成功拆除2100件的铁虎。为着要全面禁止使用铁虎，农业部提醒，根据动保法，若是民众买卖也是使用铁虎，上济会互人罚7万5千块。啊，你使用吼，还是讲咱持有，都会违反咱动保法，会处15000元到7万5千元的罚款。啊，这个罚金算加重，吼啊，大家唔好以身试法。买卖使用铁虎上悬罚7万5，若是不幸造成动物重伤甚至是死亡，罪搁较重，上重是判2年以下有期徒刑，加上20万至200万的罚金。农业部提醒民众千万唔通偷摸试火，应该斗阵互铁虎成做历史。记者第一选谢桂林特别报道。竹仔若准无错，这竹篮的老化就会愈来愈严重。最近呢，高雄市农业局是来推出用机械测竹仔，甲测落来竹仔，卖当搁再来利用，来创造新的鸡蛋。竹仔放入去破喙机，连面就要加喙做成糊。用机械测竹仔的速度，确实有影比人工要搁较紧。这个家族种竹笋种到第3代的罗定南，伊表示过去农民会固定测竹仔翻新，不过这几年农村人口哪来哪少，真侪竹篮有几若10年拢无翻新，竹篮的健康状况嘛哪来哪歹。状况较歹的部分，我会甲伊拍成糊，拍成糊了就作为水土保持的一寡铺料，土壤啦会使保持会掉，较袂拄着大雨就流失去。根据统计，高雄市竹篮的面积有超过1.4万公顷，不过竹篮老化会影响减碳的效果。高雄是全国头一个推出用机械测竹仔的示范计划，保留生1年的母竹，让竹篮会当重新成长，加强碳排的能力。竹果会当完整保留落来，让在地社区协会发挥创意，做成各种民生用品甲艺术品。竹仔即摆使用率就较无遐悬，利用竹仔要搁互伊再利用，无伊甲会变腐嘛是无去做无采，所以我感觉竹仔要做是会使，只是讲爱有一寡技术者来甲咱指导，做一寡。咱唔免讲做甲足精美的物件，利用迄个竹仔，搁来做讲咱所有需要的物件。运用机械取代人工，互竹篮再生，唔但提升生态环境的效益，结合地方创新，嘛重新找到竹仔的经济价值。记者柯昭勇高雄报道。再来看这世界上届长退休的男性廷尼斯·伍德，伫11月25来往生，食到112岁。伊这世人是经过2届的世界大战，伊嘛讲家己的生活过了真精彩。英国联系约翰·廷尼斯·伍德，伊出来人证实，已经伫咧25踮英格兰南港当地疗养期过身，享受112岁。伊出来人讲，廷尼斯·伍德活伫这个世界上最后一天，是互爱甲音乐包围。伊是英超利物浦终身球迷。
今年4月，金氏世界纪录认证全世界上老的人士，委内瑞拉的男子莫拉，以114岁过身了，就话听尼斯伍德成为世界上上长退休的人。John, I'm pleased to confirm that at the age of 111 years, 222 days old, you are the oldest man. 伊出世迄年，也拄好是铁达尼号沉船迄年。 I can remember my first day at school at the age of 5. Well, it's not much earlier than that that I can remember. How you get to 111? What do you do to make your health so good and to live such a long and healthy life? I don't think that we have very much control over it. You got some on the way you live, but if you don't eat too much, and so long as you exercise, both the brain and the body, you should keep them young. 听尼斯伍德甲 BBC 讲，伊自少年的时阵就真活泼，而且行真侪路。伊甲伊的牵手鲍德温结婚44年，伊的牵手伫1986年过身。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伊伫咧皇家邮政抑个壳牌等公司工作。退休了的生活甲教会互动真接。伊出来人伫声明内面讲，听尼斯伍德人真巧。 果断、勇敢，拄到任何危机拢会当保持冷静，说话方面真熬，而且真熬开讲。即个拢互伊伫咧二次世界大战踮皇家军队服役时阵有真大的发挥空间。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再来看这英国上届经典的乐团 Beatles， 因最近呢是有新的纪录片，这影片内底有因头一届去到美国的画面。新闻邀请大家做伙来怀念。 What do you like about the Beatles? 1964年的2月初9，披头士是第一摆伫美国登台演出，小音效甲真厉害歌迷是足因的车，甲华盛顿露天体育场客甲满满。这场景即马伫新推出的纪录片内面，第一摆互大家知。出身这个作品的奥斯卡大导演马丁·史科西斯印象阁真深。I remember it vividly. For me, it's kind of it's really interesting for the audience, the younger people, to see this and understand that there was no British music scene before that. 比头是伫1960年伫英国的利物浦成军，迄当阵无人想到这4个查某囡仔，可有激情色彩的创作专辑，伫英国水称红，甚至阁超过英国，甲美国流行音乐市场嘛收落来。When we came, it was quite shortly after Kennedy had been assassinated. Maybe America needed something like the Beatles to be lifted out of sorrow. 比头是创作要角之一的保罗·麦卡尼伫片内面讲，因为去掠着少年人爱讲的事，可能就是传了风潮的关键。We'd written the song "She Loves You" in the next room, and my dad was in the other room, so we came in to play it to him first time. She loves you,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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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he's going. And at the end of it, he said, "Boys," he said, "it's very nice, but couldn't you sing 'She Loves You'? Yes, yes, yes." He said, "There's enough of these Americanisms around." 披头士虽然伫1970年代解散，开始行家己的路，后壁约翰南农伫1980年，互人开唱单时，乔治哈里森伫2001年的11月，因为肺癌过身，敢若剩保罗麦卡尼和林哥史达，即马嘛是继续伫乐坛拍拼。经过超过半世纪，因当初时去到美国，结果变作全球的大明星，因的音乐嘛继续启发未来音乐人。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带大家来看下半晡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是15度到20度，中部地区17度到25度，南部地区是20度到26度。东部地区15度到23度。以上就是这则台记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